好啦，今日去行就係青衣海濱公園，呢度近青衣碼頭啦。你可以坐到青衣碼頭或者青衣城，揸車呢，我直接揸去青衣運動場。喺青衣運動場個跑道右手邊呢，有個鐵閘行出嚟，青衣海濱公園碼頭嗰邊嘅。今日主要呢就3、4點鐘喺度行啦，諗住食埋晚餐，再影埋夜景嘅。而家啱先睇到巴士呢，嗰度就係青衣碼頭度啦。青衣海濱咁呢度望過對面就係荃灣嚟嘅。呢個閘呢，就行入嗰個青衣運動場嘅，可喺運動場行出嚟。呢個屋苑就叫榮福花園。青衣運動場側邊係榮福花園，呢一頭陣頭呢，就係青衣城。呢邊就係近青衣碼頭呢邊啦，海濱啦。咁依家呢，我唔行青衣碼頭呢邊啦，喺嗰個青衣運動場行出嚟就往青衣城嗰邊行去。青衣城海濱側面行，因為諗住轉頭呢，就喺青衣城食晚餐嘅。嗱，呢個青衣運動場係好大嘅咯，今日有活動搞嘅。青衣城啦，一期嘅機場快線嚟嘅，機場快線總站嚟到呢度，唔係總站啊，機場快線其中嘅青衣城有個站。青衣海濱好長一段路咯，望呢邊呢就係荃灣啦，好高個座頂頂好似蘇跑呢，就係如心廣場嚟嘅。再去少少一紮呢，嗰個就係荃灣乜啊？記唔翻嗰個花園叫乜嘢？望過呢一紮對面呢，偏右手邊嗰邊呢係麗港城嚟嘅。咁就行咗返青衣城裏面啦，用晚餐啦，揀咗個套餐食啦。裏面好多餐廳同酒樓嘅，有幾間酒樓，餐廳好多嘅。咁食完晚餐呢，我哋就喺青衣城一期呢度有個電梯坐上橋去影一少少夜景嘅。上面嘅條橋呢，其實可以行過荃灣嘅，有人行道行過荃灣嘅。得閒可以過嚟行下，晚上白天都唔錯嘅。因為個海濱公園好長一段路，寧靜咯，舒服咯。咁依家食完就我哋就往嗰個碼頭嗰邊行啦，準備行入嗰個運動場，行返去攞車嘅。
因為我哋泊車泊喺青衣運動場，佢係首2個鐘頭前咧就係每半小時係5蚊嘅，即係為之10蚊一個鐘。咁滿咗2個鐘咧，之後咧就每半個鐘7個半，等於係15蚊一個鐘嘅。坐巴士嘅話就可以坐到青衣碼頭或者青衣運動場或者青衣城都可以嘅，非常之近嘅。一出嚟就青衣海濱公園。嗱，呢度夜景啦，我準備行返入運動場㗎啦，因為行返入運動場入面咧就攞車。係啦，行返入呢度有段路，有個鐵閘咧，就行返入運動場啦，近呢度位置。